来看宜兰县的国中甲国小，为这学期开始，营养午餐拢免钱，三菜一汤，菜色真丰富，有卤肉，有白菜卤，有炒青菜，学生拢真满意。中昼用餐的时间，小朋友拢捧碗来排队，有卤肉、卤白菜、甲炒青菜，也有番麦汤，营养午餐。营养午餐免钱，真的高不高兴？高兴。这营养午餐，小朋友是食啊真欢喜，甚至有的一碗无够，搁再多一碗。宜兰县各中小的免费营养午餐，这学期9月开学了后嘛正式上路。宜兰县长林志苗特别到头城国小视察，嘛确认餐具消毒甲调味料保存期限。我们希望能够小朋友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，食着营养，食着健康，食着卫生的。宜兰县100多间各中小营养午餐初步估计是爱2亿4千万，不过县府也是成功追加预算，和政策上路，小朋友嘛拢真欢喜，会当替家长省袂少钱。